前不都挺好奇，咱新婚老公的家庭成员是独生子吗？不是哈，他是有几个兄弟姊妹的，具体就不好多说什么了。但是有个姐姐比我们大2岁，29岁了，今年也是准备在老家找工作相亲发展了。等会王乐成就准备接她来我们这住段时间，因为我们在市里嘛，比村里要方便些。化个妆，等她到了，带她出去逛逛，再吃个饭啥的。拆了一个新的粉扑，哇塞，你们看这个底妆打的真的很瓷实。突然间想和大家说一下关于相亲的问题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有结婚的打算，我真的建议哈，是趁早要相的，因为我感觉相亲的这个过程就像大浪淘沙一样，而且过了27、8岁吧，我感觉就是相的这个人哈质量就会下降，而且像平时大家真的不用去排斥相亲，它只是换了一种认识人的渠道而已。反正确实是年龄一大哈，我感觉可调性是少一些，当然这只是我看到的所闻所感啊。你像我大姑姐，我感觉长得还挺漂亮的，我俩性格截然相反，她是比较偏文静内敛一些的，而且老勤快能干了。我感觉是个蛮不错的女孩子。说实话，这等会大姑姐来了，咱还有点紧张无措呢，因为我和子成家里面人哈相处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。昨晚我俩连夜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下，主要是收拾个卧室出来，因为我们这2个卧室，一个我俩住着，另外一个已经成杂物间了。今天复刻了一下那天你们说很好看的那个妆容，拍点水光膏在脸颊上。OK， 今日份的精致全妆就是这样了，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不墨迹不啰嗦了，就静等咱的大姑姐到来喽。星空閒聊吹風，看日出多心動。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講起，能愛到下世紀。怎麼你俘虜這個心，卻炒身退忍不再親近，獨自苦等，仍然空等難藏淚印。看着電話中短信，聽着錄音的後訊，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。Tell me where did you go？ 心聲都不可細數。Tell me baby where did you hide？ 辛苦都未被諒解。Where did you go？ 數數多久不碰到？愛在每夜徹夜狂想。在見影中，在獻花多感動，如此蜜甜的心。